雖然今仔日咱是休困，但是對方呢，這中共對咱的攪擾完全攏無放假，派出了15架飛機甲軍艦來侵擾。這邊啊，佮透過科學的研究船啊，叫做向陽紅22啊，裝入去咱台灣東部專屬的經濟海域。講是講要叫海洋環境調查啦，但是咱的海巡署馬上放送來他趕走。中國在台灣東部不享有任何主權權利，你未經許可進入我方水域，已違反國際法規定。半暝，中國科學研究船入嚟到咱國東北部限制水域，和咱國的海巡署定。This is Taiwan's waters. This is not your waters. You don't belong here. 就是這隻中國向陽紅22，講要在咱台灣以東的海域做3天的海洋環境調查。說的直白一點，就是管理海洋日常秩序的行政力量，意味着大陸對於台灣東部海域的管理邏輯，正在從存在走向治理。和中國網友就講，中國怕什麼將台海內海化？依照海巡署掌握的監控圖，中國的科研船6月75點外就為中國舟山出港，過兩天經過日本的宮古島東邊52海里，12到15到咱國蘭嶼東南邊448海里的所在，後來佇日本烏那國島以南，抑擱佇台灣東部專屬經濟海域往回佇行。18暗時8點出現佇花蓮東邊41海里，也就是限制水域外14海里。海巡署派出攔索艦，很刁鑽，他會刻意貼近在12海里的地方啊，類似像切香腸戰術的方式。資料本身呢具有高度的敏感性，水下地理狀況、好月溫層好的鹽度的這個變化等等，這些都有利於他的潛艇部隊的攻擊和防禦。除了科研船以外，金門的海域某4台中國海警船入來，另外為昨早起6點起24小時內，總共有4架船共機擾亂台灣，也有8台共艦、3台公務船持續佇台海邊仔佇活動。5日這連假，對方的共軍依然繼續來佇亂試探咱國的底線，不可不信。